这熟桐油上之前呢，得用棉布过滤，这样擦出来的木材啊，更容易防水，不易烂。哎，还得拿棉布擦，不能用毛刷。这样油才能吃透到木头里。哦，嘿嘿，二大，你老能耐，这不管是地里长的还是天上掉的，哎，到你手里都变成宝贝了。我像你那懒呐，哎，也就啥都不知道。要想日子过得美，就得把老天爷给的啥都得当成宝啊。爹，我放学了。咋的？又弄个跟猕猴似的，天天不好好读书。你看我怎么教育你？谢长啊，哎，别打孩子。宏志挺懂事儿的。宏志啊，是不是摔个跟头把衣服弄脏的？嗯。行了，谢长华，哎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带着宏志先家去吧。好，谢谢二大。快好啊！看我回去怎么收拾。我说赖子，哎，头些年上边征京，二大替那些抽到了撞钉签的人家找替身，那你不是老乐意顶着别人的名字去充军吗？一回就是150块，怎么这2年不去了？你要说呀，干装订替身这活啊，是挺好挣钱的。可是，我开4小差逃跑一次，就像丢一次命似的。我那帮兵油的朋友，开小差都成了精了，可是被抓着一次就被枪毙。哎呀，我这个给我吓得是心惊胆寒的。所以现在啊，这干替身已经涨到200，那我也不去，保住小命要紧。现在前边打着仗呢，甭说是开溜，指不定哪天你在军营睡觉就被轰了，我可不去了。我说赖子，你在队伍上到底打没打过一仗半年？咋没打过呀？淞沪会战那会儿，我就被押到长江口了，我蜷缩在战壕里边装死，我就听到当一声。您猜怎么着？一条血丝呼啦的大腿啊，就扎在我脸上了。哎呀，那光景那真不是人看的。哎呀，这一场仗下来，全块人就2人，要不咋说我命大，老天爷照顾我。那鬼地方我再也不去了。哦，这一仗下来只活2人。哎，那伙夫郎中算不算在内？他们应该不会上阵顶炮吧？咋不算呢？那冲锋号一响，你别说是伙夫郎中，就算军营里的耗子也得往上冲，谁能躲得过去？哎，二大，我说错了，你像孔脑啊那么斯文的人，他是用不着上前线的，他也就在后边抄写，画地图啥的。他要不说他是郎中，没人知道啊。二大，我又说错了，那个孔脑是自愿参的军啊，那他自愿参军，他就不用上前线，有可能也在后边给人家就治个咳嗽感冒啥的。行了，孩子，擦完了，把门板上上，咱们收铺打烊。这驻扎军营，又不是冲锋陷阵，哪来那么多事啊？10来天都不回家。这说好今天就回来吃饭的，到现在也没回来。你说这孩子怎么回事儿啊？战争的事儿咱们也搞不懂。走，咱们边吃边等。走，爹娘，你们赶紧吃，别等我。来，抬进来。我的祖宗啊，这家里就你一个，不等你等谁呀？弄啥那么晚呢？啊，
和小日本在广西开打了，我们整些日子就出发。什么？又要打仗了？咋又是你做饭啊？厨房老婆子干嘛去了？我喜欢下厨，反正成天闲着也是没事儿。哎，这东西啥玩意儿？这个是我托人从上海捎来的东西，叫缝纫机。表妹不是喜欢做衣裳吗？别看是个铁疙瘩，做起衣服来又快又省力。省力？这东西能拉火车，能跑船吗？都要打仗了，还折腾这事，你可真是的。谢谢表哥，这东西可来学了。好了，先吃饭吧，尝尝我表妹的手艺。哎，谢谢。好吃，这个酸甜肉真好吃。可以多吃点儿，到广西先不先吃这个了。哎，装强的日子语不等人，手底下都快着点啊！同志啊，学都没上成，下地帮忙，恼不恼啊？不恼，我爹说了，要是没有二大养活他做账房，我才上不这学嘞。来干活是应该的。好小子，那么懂事儿啊，长大会有出息。爹，娘，回来了。你咋一个人回来了？我把我哥跟丢了。丢了？天哪！丢了你不去找啊？找了，车站、旅店都找遍了，找不着你还回来呀？地里霜抢了，就叫你和爹受累。回来就好。回去喝口水，吃个馍，歇歇脚。收到啊，差不着你这一会儿。我不累，爹。咋还不歇着？这马啥时候洗过好啊？崽儿和马驹都走了不少路了，浑身都是泥疙瘩，我得好好洗洗，牲口爱干净。泥子呼啦的叫他们去睡，老受着。胡同啊，走了2个月，吃了不少苦吧，都累瘦了。我不怕苦，爹，不累，就是没把哥找回来，我真没用。等抢寿抢动完了，你再给我2块钱，我再去找。我听他说要去北边，估摸着是去东北了，坐火车走的。到时候你跟娘在家等着呗，我偷着给他拖回来。不用找了，他翅膀硬了，终究得随着自己的意愿飞，我们是控不住的，由他去吧。我爹说了，怕你们家刚开始做粮啊，不知道粮食多了不能往地上囤，那样容易生虫子，得搁在矮木架上放，熏上烧酒，把仓熏完了才行。你回去告诉你舅，你帮着他办呗。我们家的事情跟你们有什么相干？我哥是走了。你毕竟是我家未过门的嫂子，两亲家咋说不相干了？往虎耗子假慈悲。要不我叫我爹跟你舅说说去，那么大一家子的活，你一个人咋干得完？我有今天还不是拜你所赐吗？连我心里都很清楚，少在这儿水仙花不看正色。他去当兵，你不是跟了去了吗？怎么，被他甩了，灰溜溜的回来了，还想跑到我这里来哭冤吗？老天真是有眼啊，让你也尝尝被他甩的滋味。
我哥去当兵不是为了甩了哪个人，我跟你呀都没福分站上那边呢。他有他的见识和他的道理，你恨也没用。这日子是你自个儿的，你不想好好过了，谁都拿你没辙。可我看你心里还恨他不是？你就是还有他，那你咋不把自个儿日子过好了，还有个盼头了？他指不定哪天就回来了。你是大仙还是黄神婆啊？我心里有谁，你比我清楚。我告诉你，我心里早已经就没有他了。我的事情呢，也犯不着你来操心。你离我越远，我的日子就过得越好。你有那闲工夫，还是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寡妇的日子不好过。今天晚上一装车，明天我麻溜上路。你想想，就咱们这粮食卖到洛城，每斗卖上2块大洋，你都乐翻了。如果把这粮食量好了吗？运到长沙去，这每斗是5块大洋，你还不给乐掉大牙呀？啊，这不运能装？人聪明，不懂得变通也是白搭。你以为二大不知道前线的将士和那些难民等着这些粮食当嚼活呢？量一下，他人忒倔，说白了，还是个庄稼人。爹，你瞧赖子，老笨了。你上工多少天了，还手忙脚乱的，包个点心都不会，教都教不会。就你这么包法，那点心人家提了回家，都已经糊成浆水了，给狗都不吃了。讨厌！哎，你往日里不是老巴望着来我家上工吗？给你机会又不好好学，你再不勤快点啊，明儿就叫我爹把你给辞了。胖葡萄，你就饶了我嘛！啊，你让我留在这儿多闻几天香油味儿，我死也知足了。哎，你想想，有我这么笨这么赖的，才能显出来你聪明伶俐来呢，是吧？那倒是。耶！我刚搁这儿的蜜三刀，一整打怎么少了3块？谁吃的？五哥，你把嘴张开，我看看。我看啊，没有啊。二大，您看看有吗？葡萄他冤枉。死赖子，你给我起来！死赖子，刚吃完3天的点心上的棍儿，这就要吃了啊？还没把你吃腻？我吊着头你就偷吃，你到底想不想让人在我家干了？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咋比我还赖呢啊？你哪只眼睛看我偷吃了？你那眼睛一天比豹子还饿，盯得我死紧，我哪有功夫偷吃啊？你掰开我看看。行了，葡萄，也就是一打要耗子的蜜三刀，是吧？急啥呀？丢就丢了呗。也对，总之那耗子要早死早投胎，自个儿趁我不注意就赶忙吃。二大呀，二大快救救我呀！咋了这是？我该死，是我刚才偷吃了那个蜜三刀，我也不知道咋办了。我是不是一会儿就得长穿肚烂呢？啊！哎呀，这可咋整啊？我爹我娘就我一个儿子，我不能死啊！二大救救我呀！哎呦！哎，那赶紧吐了去呀！这耗子药哪是能救的呀？赶紧吐完了算你的造化，不然1炷香时间你就死了。跪稀了，快去！快吐，快吐！我不行了，我这肠子都快吐了，我咋这么晕呢？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娘啊，儿要死了！桃饼儿啊，我对不起你呀，要让你守寡了。哎，
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没死就这叫上魂了，知道受治，下次别再偷吃了，还不赶紧谢谢二大啊？要不然，他早就立马给你辞了，还让你在这儿作怪。啥？这二大真是一拿一个准啊！那要不是匡子说点心里有耗子药，他哪能自己跳出来认账？我还要受冤说不清嘞。哦，你们是合起伙来诓我呀？你们也忒坏了，你们！谁坏谁坏，谁先偷吃谁最坏。猫子偷了腥还不叫人打了啊？想死！好了好了好了，都干活吧。哎，你赶紧给我扫干净了，又脏又臭的。你还让不让人上门买东西啊？哦。小哥，这么晚了还没回营地啊？我够了，在南部。倒是想问问你，平时说话挺溜的，怎么一见我就结巴呀？难道是我这里有老虎，把你吓着了？我结巴了吗？我怎么没觉得呀？这是我属蛇，舌头开叉不会说话。你笑了，好久都没见你笑了，真好看。怎么了这是？哎，我来，我看。你看，塑形软了些。只知道你会带兵打仗，居然还会女工啊！哎呀，没事没事。还说没事呢，都扎透了。这点伤势。哎呀，真刀真枪你是没见过，这战场上一眨眼功夫，脑壳随随便便就一地。书生你不用担心，书生不用上阵，你不要替我孙老这么担心。老哥，你要是去广西的话，是不是你随随便便能在这里地啊？你担心我？我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铜墙铁壁，别说是刀了，枪炮遇到我都得转弯。真的？那还敢骗你？你胡说！铜墙铁壁的话，怎么连针都扎出血来了？我是故意。故意弄啥？故意试试你心不心疼。那你早点睡啊，我回去早了。睡了。福道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盯着我看，看得我心里直发毛啊！你能不能别老偷懒，啊？懒得我脚痒痒，只想踹人。这人他也不是铁打的，该休息的时候得休息一会儿。你饶了我。拉倒吧你，就属你的活最轻了啊，还休息？要不我跟你换换？那一袋能有50斤，我又不傻，我才不跟你换。老爷，哎呀，不好，大家的粮食被劫了。什么？前天上午刚从那河南那地下，啪嚓
出来一帮的土匪啊！可别提那镖局的镖师了，一枪没开，他吓得屁股尿流啊！啊！我一转身，一个人都没有了。我要不是拿着咱老孙那个枪啊，哎，我就见不着夫人。这什么世道啊！大白天的，就有人在官道上作乱啊！我问你，咱们的3000斤粮食全没了。张你闭了我吧！要了你的命，就能变回粮食吗？你有没有看清是哪儿的劫匪啊？哦对，那个为首的，这豹子头，豹头。不对呀，咱们镇上每年不是都给他上供奉吗？这照理来说不应该劫咱们的车呀，这真是乱了规矩了。这孙慧清啊，到底是怎么跟他们谈的交易？道义有道，按理说不该劫咱们的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二大私吞了我们大伙的供奉，人家才来叫板呢？不会，二大哪是那么坏的人？现在这外面的世道，土匪就更是了，他见货就劫，哪还讲啥道义？照我说啊，兵荒马乱，你们就不该冒这个险去挣那国难钱。住口！这里面还轮不到你这大营长教训老子。咱们走。我要问问他，我让他赔我的粮。走。哎，爹。二大，您倒给个说法。二爷，我们也实在没有法子，这才请你帮助。您老这大半辈子，有小半辈子，都在跟兵、匪、盗、贼、刁民、悍妇对付的游刃有余。你就该打听打听，那3000斤哪能去处，看看有没有希望你追回些来。照你这么个说法，倒是我勾结了那帮土匪，劫了你们粮食。哎，不，二爷哪能干那种缺德事儿？要不就是我没有按时节给他们交供奉，让你们粮食被劫，受了牵连。二大，我倒想问问，您每年所交的供奉是多少？怎么交的？各家各户所凑的这些供奉，你有没有清单？您不是最爱教我们这些做小辈的怎么做事儿吗？你也告诉我这里面的门道，哎，省得您这不让做，那不让做，又不让买粮，也不让卖粮，合着我们这些做侄子辈儿都站在这个镇门口喝西北风，您才高兴呢，是吧？混账话！你怎么不说你昧着良心做这笔混账生意啊？结果一个贪字变成了贫。就算是劫你粮食的那帮土匪是豹子头的人，你还指望着他们给你讲信呢？这几年他们没到镇上搜刮就算不错了，你是不是还指望着他们保你上西天取经啊？小钱。明儿，黄金糕刚炸的，可香了，尝尝。二大，我听说今年打仗打你也厉害，盐巴都难进来了，说是过些日子连黄表纸都得拿金条买，你说那不得愁死人呢？光愁有啥用啊？哎，天大的事儿下来，咱呐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没有盐巴，你就不是淘米了，你的婆子就不用你伺候着过年了吗？说的是。葡萄啊，你给我扯上那个6丈大花棉布，我呀跟我婆婆都做件新袄。好嘛你，有长进，这过了年知道孝敬你婆子了。反正都用秀梅那架缝纫机，做衫子做袄都省事儿，顺带着给她做一件喜庆喜庆呗。哎，葡萄，我跟你说啊，那妻子可神了，连男人的骨头都能做，真的。咱换纱的活路没了，她倒是又忙活起来了。葡萄啊，
你带上史赖子，把这东西送到大槐树下去。嗯。二大，您还给土匪送东西呢？他们不是刚劫了克贤老爷家的粮车吗？克贤老爷跟镇上各家都说，这帮货早该挨打仗的枪炮灭了，不是都不凑份子了吗？答应人的事儿，就一定得办到，保不准他们哪天匪性又犯了，又来抢呢，那还不是全镇人遭殃啊！趁着咱们还有点东西，啊，多少给点吧。来，2块钱。爹，我走了啊。快点儿！来了啊！你看，二大家媳妇儿，哎呀，我娘，要了我亲命了！哎呀，人背这么沉的东西走那么老远，哎呀，咋那么多话啊？搁好东西赶紧走，等着肥爪子来逮你不成？这赶紧撤！你瞧你，就这点货，平日里我一个人就扛来了，你才扛一半就叫娘，你到底行不行？是不是个汉子？要不行，我告陶敏去了啊！你那点心思都别想。哎，别，姑奶奶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在陶敏面前多美言我几句，我下半辈子就指他了。赖子，这回不耍赖了，难得嘞！我看你哪天又变卦。哎，不会，这回我狠下心要定他了。你说来也奇怪啊，俩人在一个院里住那么长时间，吵着那么长时间，哎，什么时候就怎么就看对上眼了呢？这就叫不是冤家不聚头。哎，对，你说的对。哎呀，你说我咋那么笨呢啊？当初你说，如果我当初见着他的时候，我就觉着他长得老赖。你说长得磕碜就算了吧，脾气还不好。哎，一唱曲儿就跟驴叫唤似的。哎，可是现在我看他，哎呦，整个一个天仙下凡呢。他多打我2下，骂我2句，哎，我心里边才得劲儿。他要能给我唱个曲儿，我死都值了。你说我这看啥呢？呀，肥爪子来了，看。哦，认得，是他几年没见，瘦成猴精了都。这土匪吃的比咱还赖。哎，干啥去？我去问问他们，是不是他们抢了孙克贤家的3000斤粮？哎呀，你问那弄啥啊？你问出来能咋的？他还能把粮给你吐出来？那可是土匪啊！啊，你这不要命了？那死也得整个明白死啊！不能叫我爹白受了黑锅，白受了冤。我跟你清楚。哎，喂，你俩，叫啥名字？老实，狗蛋儿。我问你们，你们那个豹子头是不是前些日子在机场上劫了我们镇上3000斤粮？要是的，赶紧给我还回来，要不然我们镇上可驻扎了一整个营的国军，都不是好欺负的，保管叫你们尝尝啥叫颜色。我们就是来抬抬东西了，豹哥干的大买卖，我们真不知道啊。是啊，确实带了一大堆人马，走了有大半年了。我们一村的人啊，不，一山寨的人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回，要不等他回来。我给你问问啊！你这怂样，就这还当土匪呢？啊，把东西还我！还我！一点枪都不带，还想来抢东西，人家冲爷爷呢！还我！让我们留下吧！那欺负人都不带种的，你们啊，干啥吃啊？住手啊！二大不是吩咐我全当这些东西施舍给他们过年，别伤和了。谁跟土匪讲和气？你们东西还我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我一拳砸死你！给我滚！姑奶奶，你就饶了我们吧！不瞒您说，我们哪年春天不种地啊？可是我们的地太孬了，长不出家粮食来，没办法，没食吃。我们只是临时充当个土匪，讨点饭吃。窝囊废！我告诉你们，大过年的我懒得跟你们费这时，赶紧的滚！讨吃食是讨吃食，按时按节的来取，骗吃骗喝装神弄鬼的，看我砸死你们！赶紧的滚，门都没有！快走！你狗皮扒了当膏药卖！真跑了！葡萄，你不光有一双豹子眼，还有一个豹子胆啊！我是豹子，他姥姥，快点！哎，你是我姥姥！哎呀，我娘！哎，快点！
哎呦，谢掌柜，会长，今天五花肉新鲜，今早刚宰，来一块？不，我们爷俩呀爱吃猪头肉，那个香，来4两猪头肉。您呢？到底是张凤先生，精打细算，会过日子。爹，给我1块钱，干啥用啊？我想买个新书包用，这个破了个洞。不，还能用啊？买啥新的？哎，我说最近你怎么3天2头的就跟我要钱呢？家里连吃饭的钱都不够嘞，你以为你爹是开票号的呀？哼，没有。为啥不给呀？新学年人家都用的是新书包，就我这个都用了好几年了。咋？学会顶嘴了？回家去。人小鬼大，哎，对不起啊，回家。回去。这孩子简直是。哟，克贤老，打扰吃饭了。克贤老爷，您有何贵干呢？哎呀，别管怎么说，我跟二大那也是同族的亲戚，你又是在他家干了多年的老人，就不兴我过来串串门看看你吗？哎呀，克贤老爷，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，您有话就直说。哎，这不是过年了吗？我呀给洪志大侄子买了个新书包，还有这个布匹年货。我说老爷啊，您这是弄啥呀？我这是无功不受禄啊！这怎么话说的？你帮主二大挣了那么多的大洋，他就没有说分给你一份儿啊？哎，你不为你自己想，你也应该为孩子想啊！这孩子一天天大了，你说哪点不需要开销啊？你呀，干脆来我这儿干，我呢给你3倍的工钱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可不行，老爷，这我可不敢应允呐。我呀，给足你5倍，咋样？你给我多少钱也不中。得，您呐，请回吧。好，我马上就走。不过今天是我一个人特意来的，没有别人知道。刚才我说的话，你呀，你别往心里头去。什么时候你要是改变了主意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啊。哎，不打搅吃饭了，拿走啊！拿你把驴拿走啊，老爷你。同志，你爹快收账回来了，咱先去准备年夜饭呗。咋了？小脸青的，饿了？我没饿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弄啥？哎，你这是啥？让我看。你啥？这啥？爹，这小子长本事了，敢偷柜上的钱。啥？还不承认？敢偷不敢认啊？啊！等谢丈夫回来评评理，看他怎么教训你。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呀！哎，行了，葡萄啊，你帮你娘做饭去啊！我跟洪志说几句。去呀！来，洪志。二爷爷知道洪志不是偷鸡摸狗的人，跟二爷爷说，谁哄你拿柜上的钱？你看，我把你葡萄姐也轰走了，就咱爷俩不怕说实话。没人哄，那是为了啥呢？这钱还给你就是了，你管我为了啥？你又没亏。混账！你偷了光阳还想抵赖，还耍横，哪学来的这斜叉子能耐啊？说，谁教你的？你又不是我爹，凭啥管我？无法无天了你啊！老爷，您放心吧，
这回入戏，我1天就回来了，您就别担心了。多少小心点啊！哎，老爷，跟上，快点！哎呀，有娘生没人养的。同志，先生好，不好了，你们家同志出事了，您还不赶紧看一看去？哎，花妹出什么事儿啊？你看水上漂的是不是洪师娘？这白茫茫的，我看不太真实。哎，红花，你刚才不是在对面玩水来着吗？你瞧见了？我是看见了，像是洪志那玩意儿，扑通一下就往河堤上乱窜，没2下就没动静了。你说这水又冷又急的，也没人敢看个究竟呀。姑娘，哎呀，这水冷的到底呀！你赶紧给他叫起来。姑娘，你给溜过去。同志啊！哎呀，同志啊！二大，快穿上。同志，你留下我一个人，我怎么活呀？天哪！同志啊！哎呦，谢丈夫来了。哎，过年好呀！您过年好啊！我是给二大拜年来了。他身体咋样了？在屋里呢，伤还没退尽。哎，谢谢。哎呦，谢掌柜的。哎呦，来，里边坐，里边坐。我这儿给您拜年了。这是哪里的话呀？你看看，要不是他爹下不来床，他早该给您去拜年呢。谢丈夫，您看，洪志这事儿，我们家太对不住您了。谁来了？好，来屋里坐。哎，好。他爹啊。二大，哎呀，哦，可不敢起来呀，再着了凉，快上去吧。哎呀，我这谢丈房啊，我对不住你。要不是我那一巴掌打跑了他就不会没了。我有愧呀，可我不知道咋赔你。您这是说的啥呀？这些年，要不是您在这儿照看，我这一家老小还不知道到哪儿去讨活路。洪志，他不懂事儿，自己走岔了路。你还那么风光大噪，这世上有几个东家能这么干呢？快别这么说了，谢丈房，我欠你，这辈子也还不上喽。二大，我这心里啊都明白，您可别再自责了。
这都是命啊！我认了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有愧呀！拿我这条老命换红芝的命，我都干。